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号《M新闻》，我是嘉豪。邀请什么大事代后省就来报人知。有周刊曝光自批代表吴大瑞乱开政府的钱去买一寡贵松松的物件，目前外交部已经要求伊爱写报告解说。新竹区航园区的中原光电地下室有大台修路车遭火烧，所开工厂千多人，加在是无人伤亡。伫咧中国有一个日本一个妈妈接囡仔下课时阵，有一个中国查甫人冲出来压倒攻击，连校车人员出来动也是受伤严重。国会这款修法伫这个月26生效，立法院国民党团拍算和民众党团做会邀请总统赖清德依法去到立法院国情报告。不过赖清德是决定申请释宪和暂时处分，而且监察院呢下晡要开记者会宣布要申请释宪，认为立法院偷渡监察院的调查权。国本提到批评这赖政府是伫咧恐吓在野党惊逢查弊案。立法院这款刑事法修法会伫26生效正式实施。不过，总统赖清德决定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不过，传出国民党甲民众党可能伫释宪进程，利用这个浪棒邀请赖总统依法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行政院长杜永泰25强调讲，宪政机关应该有分寸，嘛会伫上短时间内决定当时申请释宪。大法官解释之后，才对这个新法究竟是合法还是失效。大家有共同的体认，所以我希望每个宪政机关都应该严守它的分寸不应该有太多的不应该的动作。监察院嘛表态反对国会扩权，宣布会申请释宪，会伫法案生效了后，经过讨论，正式提出后会送议会。讲立法院利用修法达到修宪的目的，甲监察院的调查权偷渡去甲立法院，明显违反权力分立。本来分配给监察院的调查权，本来分配给司法院、检察机关还有检察机关的所谓的司法侦查权，通通拿到立法院去了。那用修法的方式达到修宪的效果。针对敢是支持三权分立，会考试院甲监察院，监察院是表达尊重。然而李准又表示，伊个人是支持三权分立，不过唯一的方式是透过修宪。然而民众党主席郭文德是无认同，批评赖政府毁宪乱政，惊去互查弊案，恐吓在野党。在野党不以贸然行事，最主要是在恐吓大家，是不是？立法院3读通过的法律只要不合你的意，你就申请释宪，然后就不打算遵守了。我就要问大法官做还是不做？大法官做了。不就是印证了社会各界对于大法官是民进党提名，可能有绿色倾向的这样的一个怀疑？国民党指控赖政府恐惊对大法官下指导棋，释宪案的战场真明显是纠官兼裁判，嘛对赖总统伫释宪进程无愿意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选举进程的程路根本就无照片照行。不过民进党陈冠廷认为讲，释宪进程任何的举动拢无妥当，等到释宪案明朗化了后，相信赖总统会做完整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就任半年的自比代表吴大瑞去互周刊曝光用政府的钱乱买物件，毋那捌要求讲要买400万的轿车，敢若官社的采购就开卖800万。赖总统有请行政院和外交部去了解，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有许可的采购拢是有照规定的，针对着外界质疑，会请吴大瑞写报告说明。无论是接待财团访问美国的经济部长郭智辉，或者是驻美代表处大细细活动，常在会当看到驻美代表伊大瑞甲因夫人做伙出现。不过，即马这对翁仔某煞去用标出来讲，就任了后，因用各种的名义乌白开公家的钱。台湾，周刊引用知情的人士，摕到外交部的公文，标出伊大瑞以礼宾的需求为理由，希望甲驻美代表处接买2年的公务车换掉，而且申请要买的车大概370万。因为无符合换掉的规定，去互国家部门否决。另外，伊嘛以公务的名义买台票96万法国的手工碰椅，还有2顶面床拢总50万，2条喇叭26万，2台咖啡机拢总22万，还有1领爱21万的地毯。另外，包括洗手的、洗粉丝的、起膏、起面，外底爱自费的私人用品，伊嘛全部拢报公销。另外，佫传出伊大瑞趁交接的时阵，以小美琴的名义采购报销，就任半年，官社就开800万。另外，伊大瑞因夫人嘛去用指控讲，对外交的同仁是真够拍派，一家伙违规使用公务的资源。这个代志传去甲总统府，赖总统只是行政院甲外交部了解实际的情形，照相关的规定处理。我会请外交部去做事实的了解，
有任何的违法状况及时处理。我们有请于大使，他有写了报告，核可的项目并没有违法，有些是因为确实是已经这个使用的期限已过，或者是过去有损坏不堪用。对各界质疑，林佳龙讲已经确认核可的采购拢有下规定，因为即马通信拢真利便，要甲意大利叫转来，会请伊以书面的方式来汇报。不过嘛强调会阁检讨外管办理采购的程序，确保依法行政。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公布，昨有17架中国军机、8架中国军舰来扰乱台湾。国防部也预告讲，中国第2日会执行运载火箭发射任务，飞行路径按算会飞过台湾的 ADIZ。海巡署今透早也发现讲，有4架中国海警船走入去金门的限制水域，但也出动3架巡防艇监控，开2点钟的时间才甲人赶走。中国海警14603，这是金门海巡队。各中国海警船侵扰金门禁限制水域，25透早5点外，4架中国海警船以2组编队，分别按金门北境东方、河兴市南方海域进入，风声因上近离海岸约5海里，是历来上近的一届。海巡3架巡防艇即时去距离船艇大概2点外钟。旁边有一台我方的海巡艇在监控，今天非常早，早上6点就进来。民众透早伫金湖镇成功海边，嘛翕到海巡船艇监控海警船的状况。公布讲，二是规工侦察17架次的中机、8架次的中南辽台，搁再度预告中国第2日要执行运载火箭发射任务，飞行路线有计经过台湾的 ADIZ， 对中国的武力。赖总统对美国国会访问团讲，台湾的负责人员来处理两岸的关系，而且会维持台海甲印太区域的现状。面对威权主义扩张，我们深知强化台湾的安全就是强化区域的安全。台湾会持续负责任地处理两岸关系，也希望国际社会不应允许中国任意划设红线。Support you in your effort with as you take on a more aggressive China. I might add, I don't think China is just aggressive in this region; it's globally. 民间帝国台北政经行业基金会和平安全中心发布2024国防评估报告，指出讲国军当前3大新趋势是：组织变大、兵野增加、预算变多，尤其是今年开始执行的1年期251，会增加人数甲作业维持费，影响到军事投资。人力资源跟财力资源的冲击嘛，1年是，我们希望给政府一些建议。7月2日要起过的汉光演习，强调瓦郡实践法，重点之是严正去中心化指挥管制，落实作战的规则。前参谋总长李喜明认为，拢是好的方向。也若经过26年，现任参谋总长梅家书会去立法院报告汉光规划，搁备询。李喜明讲，无认同，忧心会影响到部队的运作。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去高雄的 P3立奈米厂宽频今仔通过啊！环保团体表示，讲这台积电的用电量加起来占全高雄的总电量18%。烦恼台积电若阵起厂房会去影响到用电，也积极这再生水的使用状况。市政府是强调用电的部分是无问题，也有信心100%提供再生水给台积电。不过台积电去到高雄也出现产业之间互相抢人才问题。经过宽屏大会的讨论，台积电伫高雄第3座2奈米厂宽屏通过。伫核考进前，审查委员是针对起工厂土方外运的时间，中府伫土壤液化监测区的监测含有害物质空污检测的项目，敢会对制定的改变来调整提出疑虑。台积电是一个来回答放出善意，但是款团更加烦恼台积电这么大的用电需求，含再生水使用的状况。但是目前以10年为目标，我们比较难看到，就是它在过程中比较务实的一些执行方案所以我们是期待这个净零跟这个再生能源的部分可以用5年为期这个5年为期的这个报告应该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做法，我会回去呢跟我们的这个公司讨论。宽团发现讲，台积电3个厂的用电量加起来有55亿度，是去年高雄总用电量的18%。今麦阁有扩厂的需求，敢会冲击到高雄的用电？市府回应讲，高雄2022年总发电是508亿8600万度，售电敢若占发电的60%左右，稳定用电无问题。另外，再生水厂起的进度嘛超前。那我们也帮台积电预留了增加5000吨的再生水，所以我们整个未来的总量可以达到11万吨的再生水。所以未来台积电在高雄的建厂所有用的水，
完全都是用再生水，这个部分水利局可以做这方面的保证。台积电3个厂会提供2500个就业的机会，让厂人大作战是提前开始。传出伫江山都有螺丝大厂，因为台积电用高薪挖人过去，1个月7万块的技术人员嘛留袂掉，建议和市府合作变更题目来起厝，刷一部分做多工的主体，15年后免钱送员工。我想那是业界反映的他们的构想。我们现在还没有具体的一个受理的案子啊。市府回应讲，目前是还未收到厂商送件，但是若业者要起多工主体，而且提供600平方公尺以上社会主体，市府就会予伊用积率的奖励，用来鼓励业者用多工主体来留人才。记者综合报道。即摆有风声讲 ，Apple 要伫咧台湾起资料中心，也当咧规划，按算是伫咧北部。针对这款的风声 ，Apple 是无做回应。所发布数参数表示讲 ，Apple 也未函数发布拒绝，不过也期待有这款国际级的大公司来设厂房，对其他产业的技术提升是有正面的帮助。台湾敢会加做全球云端的中心，伫美国云端，亲像 Google 等等的大公司，伫台湾起资料中心。最新的消息指出，苹果按算嘛要伫台湾建立资料中心，当伫规划设计当中，地点可能伫北部。就算苹果无对外回应，不过有专家预估，苹果若进驻，可能会有上千亿的经济效益。吸引了 AI 人才，同时让台湾在整个亚洲扮演那个 AI 资料中心的 hub， 也就是扮演 AI 的枢纽。专家分析，苹果会进驻台湾，除了上准台湾的电技术，还佫有3个原因，包括台湾服务器伫全球占8成以上，去资料中心效益悬，加上台湾 AI 的人才优秀，薪水相对较俗，还佫有苹果的供应链有袂少拢是台商，甲供应链可能会较大吧。资料中心除了放 IT 设备，还佫有服务器、储存、甲网络设备，甲半导体厂房无共款。若进驻台湾的国际大厂，包括全球云端大厂 Google，2013年伫中滨起资料中心，按算要伫台南国起第2间。微软进前爸爸宣布要起资料中心，他说今年有具体进展。若 Amazon 嘛表示要甲资料中心起伫台湾，另外辉达要伫高雄起超级电脑先进算力中心。目前他都还没有跟我们接触，先带领他们去跟水电还有相关的环保或者是网络主管机关去做洽商。政府向来都是欢迎外商来支持并投资台湾，行政团队也会持续朝精进跟投资环境的方向来努力。数发部数参数表示，苹果若有影要进驻台湾，伊会到3天。另外市场嘛预估，苹果若来台湾，伫台湾的供应链东坡，包括鸿海、广达等等的大厂，嘛有可能会受惠，令造价供应链更加是乐观其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科航园区的中原光电下晡1点外发生火灾，伫地下3楼的一台修理车，真有可能是家己烧起来。这警消接到通报了后，赶到现场，甲厂房内面1000多个员工拢疏开，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听消防人员的指示，1000多个员工是紧急疏散到户外。消防车一直担水泥，新竹科航园区25下晡是发生火灾。光电大厂中原光电伫新竹厂区的地下停车场，伫下晡1点外，忽然间是庆浓烟。第一时间，工厂的警报器嘛一直亮。场内的人员发现是一台轿车着火，现场是规个烟蓬蓬。警消接到通报了后，是无确定敢有人受困伫内面，因为着火地点伫德科，随派出12台救灾车含28个消防人员，赶紧赶去现场救援，帮助场内的员工疏散和清点人数。现场16个单位拢总有1100个人，发现是停伫地下3楼的一台轿车。技术家己得会。某公司地下3楼有汽车火警，那金山分队到场时，员工智慧箱这边组已启动，疏散1100人。那地下3楼他们的洒水设备已经自行启动，包含员工实施干粉灭火及2氧化碳灭火器初期扑灭。伫警消到场进前，都有真侪员工随提拍火管，做伙甲火势拍花，才无人员的伤亡。到底这台车是安怎会着火？即马就要咱进一步来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新竹湖口有一间外籍移工公司的停车场，8日下晡2点发生火灾，造成60多台这奥多拜拢烧起。经过消防局的调查，发现现场拢是电动奥多拜。这着火原因敢是甲这电动奥多拜充电，而且最近天气有较烧热，安尼是有牵连的呢。目前也当咧鉴定，消防局也要提醒民众买电动奥多拜的时阵，一定要选合格产品，才袂去造成危险。
消防队接到通知，赶紧到现场拍火。新竹县湖口地区拜一下晡传出火灾，一间外籍机工公司外口的奥多拜着火烧，因为现场拢是电动机车。着火原因，消防局表示，目前无排除甲电动机车电池充电加上天气烧热有关系。现场是设有充电箱的哦，那我们也不排除说它这个机车是有充电的可能性。这个充电呢，的确是有一定的规范，比如说不要过长的时间保持充电啊，或者说天气太极端，当然也不太适合充电。电动机车业者指出，一般电动机车电池拢是装伫较大的卡，也是上接近路边的所在。加上最近天气烧热，路边温度愈来愈悬。确实会增加电动机车电池风险。那脚踏板底下刚好就是它的底下呢，因为它是铁盒子，那我们的地面经过曝晒、高温一直往上升，就好像我们锅子在蒸东西一样往上升。那上面的太阳呢，高温又在曝晒，直接曝晒下来，在它的脚踏板上，等于它是在中间被2个热源一直夹着在烤。所以它的危险性相当高。消防局提醒民众选择电动机车时，一定要有合格认证的产品，除了爱予专业人员安电池，也袂当充电充过头，尤其千万唔通私底下改装电动机车，避免发生危险。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新北市警察局三重保分局有一个姓翁的警察，2年前甲一个姓黄的查甫人当作是通缉犯要甲掠，佮甲人拍着伤。不过检方认定双方拢唔对，而且拢甲因起诉。新北地方法院今日一审宣判姓翁的警察犯伤害罪，判刑5个月。也那这姓黄的查甫人是判无罪。被打成重伤的被害人，竟然还要被违法滥权的警察提告伤害，这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人生最大的污点。感谢法官明事理，佮查清楚，否则互警察拍甲重伤的查甫人会当判无罪。姓黄的查甫人伫委任律师、公民团体陪同之下开记者会，大骂警察违法逮捕。谢谢支援西美地院法官能够还黄先生一个清白，能够判决他被认定在这个违法逮捕过程中抵抗的行为是没有构成伤害罪，是无罪的。伫2年前，姓黄的查甫人互三重保分局姓翁的警察准是通缉犯，要甲掠起来。姓黄的查甫人背称反抗，双方是发生冲突佮相拍，结果拢判官司。地方法院伫审理期间，姓翁的警察表示愿意赔30万来和解，方拒绝。公民团体认为专案就是警察暴力做伙家庭。远警的教育训练不足，远警在他们所有的执行规范里面都有明确的规范，在哪个状况下该用什么样的规范，或者这个规范不足的地方，是不是应该加以修正？我们认为说这部分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立场就尊重司法的一个判决。会不会再讨论一下，说有关说是不是要再上诉？这个是当事人他自行的一个决定，分局就没有再过问。新北地方法院25一审宣判，姓翁的警察洪照违反毒执罪内面的伤害罪，判5个月。强制罪部分是拘役10天，会当用罚金来代刑。姓黄的查甫人是无罪。对这三重保分局回应讲，尊重司法的判决。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捷运伫5月1日发生一个歹人压倒乱杀人的事件了后，市政府有请捷运警察加强列车的安全维护。不过，这项勤务伫16过后，列车就改派保全人员，引起民众疑虑。台中捷运表示讲，调整了后，保全会当兼顾到随车守护和车站巡检，发挥上界大的功能。若种发生事故，也会当随通报警察。预防手挂着伤的手笼、辣椒水、甲警棍是拢参甲招着。台中捷运的保全准备做随车守护的勤务。列车到站了后，除了要注意乘客上落车的情形，再来上车执行勤务。台中捷运顶个月2日发生有歹徒举刀仔共攻击的事件。代志发生了后，原底是捷运警察禁止列车甲车头提升巡逻的比率，为这个月16开始，改由保全执行随车的勤务，引发部分民众的疑虑。一种方式就是行控中心，它车内会广播保全去处理状况；另外一种方式，我们随身都有携带无线电，就近的车站用无线电联系我们。你就全部要照检查，也不可能，也不大可能。反正就是说。你就要训练有专业的人专门处理这个事情。保全公司表示，因应台中捷运的调度，随车的保全甲着线分做南北2段，分区做循环式的执勤。若拄到紧急的状况，除了第一时间处理，卖通报上近的车头，再搁通知警方。
台中财务嘛强调讲，会机动性调派以及各站的人力，若有问题拢会当支援，未出现人力无够的情形。因应保全安排了随车守护勤务之后，公司已调派人力至车站支援，仍可维持既有的服务能量。如果车站有异常状况，公司将动员人力前往支援。台中捷运强调会当发挥保全上大的功能。也若捷运警察队嘛表示，目前勤务的规划要是包括车头甲车厢的巡逻，嘛规划小范围巡逻的勤务。若拄到有状况，会当真紧就过处理。也若管区警方嘛规划会去车头巡逻来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以下战争已经超过8个月啊！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23头一届接受媒体专访，又讲到加沙南部的拉法军队伫遐的地面行动会告一段落，接落来会针对北部黎巴嫩边界真主动。区域的冲突就有安尼生可能来摊开。以色列国防部长格兰特24日到美国华府，当面和拜登政府的高层官员对谈。反政府伫各主要城市愈加愈强咧抗议的时阵，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23来到保守派广播公司第14频道接受专访。这是以下战争以来伊头一届接受记者的访问。纳坦雅胡表示讲，拉法做7礼拜地面行动，得要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要准备对付北部黎巴嫩边界真主党游击队。תהיה לנו אפשרות להעתיק חלק מהכוח צפון. ואנחנו נעשה את זה. קודם כל למטרות הגנה, ושנית, כדי להחזיר גם את התושבים שלנו הביתה. 纳坦雅胡国讲，伊敢若接受部分停战的条款，未终结的和哈马斯的战争，这不能让美国支持的以下战争停战协议受到考验，嘛有迄寡和哈马斯掠去的人质的家属真忧心。另外一边，北部黎巴嫩的真主党游击队嘛，差不多逐天拢咧和以色列国防军的交战，冲突的规模最近阁一直升悬。华府的官员忧心双方若是全面开战，恐惊会比2006年黎巴嫩战争阁较激烈。以色列国防部长格兰特伫24来到美国华府，和国务卿布林肯、中央情报局局长毕文书、国防部长奥斯汀、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等高层官员讨论加沙战争后一步策略。东港国务院的记者会，媒体记者是拢在关心2天之前，以军伫德林，甲一个受伤的巴勒斯坦查甫人当作盾牌绑在女武啊烟影挂顶头的事件。But isn't that basically the army using Palestinians as a human shield? So I will say we saw that video. It was shocking. The practice was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Humans should never be used as human shields. The IDF should swiftly investigate what happened, hold people accountable. 另外，法新社和13间国际媒体大概50个记者所做的一份联合调查，指讲以色列战车的炮火可能是去年11月初2，法新社加沙分社爆炸受损的原因。加上去年10月13，黎巴嫩南部媒体采访团防攻击的事件，法新社全球新闻主任谢德温第25号呼吁讲，应该对这款事件做明确甲透明的调查。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联邦调查局顶礼拜去敲加州奥克兰查某市长乘套的徛家甲其他所在，伊是伫咧怀疑讲乘套和伊的男朋友有无正当的利益往来，而且竞选的捐款可能牵涉违法。虽然乘套是奥克兰上届少年市长，不过伊上任以来经济和治安拢一直咧退步，面对于罢免的风波，乘套也强调伊袂落台。美国民主党籍北加州大城奥克兰市的市长承德，20日徛家互联邦调查局 FBI 无预警来敲找了后，24是第一摆召开记者会，强调伊做的代志绝对无违法。I plan to be 100% transparent and cooperate fully with this investigation. And I want to be crystal clear. I have done nothing wrong. I can tell you with confidence that this investigation is not about me. 美国 FBI 人员伫当地时间20透早是无预警炸法院的许可命令，去承德和查甫朋友的徛家，敲找4点钟炸走几10箱的证物。迄天 FBI 嘛敲找承德的市长办公室、越南籍姓杨的白仔囝的废品回收公司和徛家。根据当地媒体指出讲，对承德做议员和竞选市长的期间，查甫朋友安德烈琼斯就是伊幕后的操控者，对无合格的人员做利益的输送。越南籍姓杨的白仔囝嘛透过废品公司对承德进行非法的政治捐款。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已经公开要求承德洗头路，但是承德第一日是公开拒绝。Well, guess what?
I'm not going down like that. We're not going down like that. The people who voted for me deserve to have their voices heard and communities prioritized. I'm seeking the truth right now, just as much as you all are. 新岛的爸母是对寮国来的，出生伫难民的家庭，伊嘛是一个单亲妈妈，经过打拼入去加州的伯克莱大学，而且踏入政坛。2023年1月，伊变做奥克兰75当来上少年的市长，嘛是第一个标 A 的美国人去出任大城市的市长。但一年外来，奥克兰不管经济和治安拢是衰退，罢免承德的声一直出来。6月18，罢免承德的联署提案是正式通过上街的限制。奥克兰的市议会7月初2会讨论承德的罢免投票。敢要伫个11月大选内面做伙举行。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讲到风台季节特别高啊，气象署预估今年因为反省型现象，这风台结起来所在可能会离台湾较近，但这数量应该是偏平均搁较少。另外，今年7月到9月温度会比正常标准搁较悬，若讲到落雨方面呢，电导这雨水量会变较少寡。特别计数梅雨季创下史上第5少雨的梅雨纪录。特别正值7月到9月热天，气象署统计雨量正常偏少，气温会比平均值较热。根据过去的统计资料，西北太平洋6到12月差不多有11到15个风台形成，外台湾风台个数平均是3到5个。气象署预测今年下半年风台形成总数甲外台湾数，拢会是正常到偏少。最新的预测是2到4个的台风。是几率比较高，太平洋高压比较显著的时候，它常常就是往西直行；另外一种就是会往北偏转。那这2种台风的路径，只要它稍微够靠近台湾，其实都有可能会对台湾造成影响。另外，为提供更加完整的风台资讯，气象署会伫个预报图组增加风台暴风到位时间预估，和风灾单位用伫个风台来进行的3到5天，就知影暴风可能上早到位的时间点。另外，第2天气部分，气象署提醒，刷入去1礼拜拢是关分真热的天气形态。5早起，本岛只有4个县市无达到高温的警示。提醒大家，今天在南部近山区的内陆所出现局部性高温的现象范围会比较大。今天、明天、后天都是这样子。另外，中岛季后绝对流旺盛，可能有低温时强降雨，雨区大，落雨时间也长。气象署会随时发布大雷雨即时资讯，也提醒民众出外时阵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有民测被掌握，根据着气象署伫咧1991年到2020年的数据，做出一份统计，讲全台湾各城市热到30度以上的日子，一年内面呢，这台南着186天排名全国第1，等于是一年有一半时间拢爱穿地墙。骑欧多拜行拍日头，甲规身躯拢包安安。若无做防护的民众嘛，赶紧用手来炸日头，因为天气实在伤热。最近全台湾各地头温度拢冲悬，有民测被掌握，根据中央气象署伫1991年到2020年的数据指出，各地头当年温度有超过30度的日子，台南有186天，是全台湾上济。等于讲，伊当年都有一半的日子拢超过30度。受不了。那怎么办？吹冷气。我不能确定，但在这里的话，真的超热。测站所在的纬度影响很大嘛，但是呢，也要看那个站，例如说距离海的远或近，因为离海比较近的话，它就比较容易受到海风的调节。那再来，也可能跟那个地方的地形有影响。温度继续冲悬，台南的名产之一关庙边，伊的招牌就是天然晒日头为主。不过日头若准伤美，就要缩短晒日的时间，若无面较会长起，造成热伤害，电导影响品质。如果像这种天气啊，你还是2个小时给它曝晒的话，那面体会造成面体比较容易断裂。通常的话2个半小时，现在只缩短到1个半小时。最近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头的天气大部分拢是好天小热，过到会落西北风。南区气象中心嘛呼吁民众出门就爱炸日头，加啉水，才袂热煞。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
去年4月疫情解封后，越南来包机特别花莲送来74个越南旅客，展开5天4暝的旅程。观光署按102年起提供补助，推动境外包机直航花东。现时为了促进地动后的观光，国再宣布加注，对着境外旅客包机来花东，日本每架次补助新台币42万，韩国甲东南亚36万，港澳等其他国家按28万5变30万5。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波的一个加码，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就是说25架的一个国际包机，希望能够争取到至少1200名以上的一个旅客来。外来游客能够由花莲机场进出，那当然也希望能够多停留花莲1个晚上，对我们花莲在地的旅宿业能够有实质的注意。对包机补助，业者拢真期待，因为会当排除要去花东的公路甲铁路的无确定风险，直接来花东旅游。观光学者提醒讲，国际对4月初3花莲大地震，阁有真深的印象。驻外单位爱加强宣导，迄阵地震是影响伫个局部地区，互因会当安心旅游。安心安全绝对是旅游的重点，所以各相关部门都应该要加强在这个区块。面对地震了后百业萧条，台东县长嘛宣布讲，要和花莲县长合作建立城市北平台，要踮咧花莲火车头随机发放台东北，摕到的民众会当去地药店拄消费。台东在这个数位点数的部分的话，其实已经做蛮久了，所以我们知道好像蛮多的台东民众其实已经手上有蛮多的点数。参加观光共同款，花东县政府做伙合作，飞机迄袂用手机啊扫价就会当用，希望会当带动这波的商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本土的新冠疫情又搁要再压起来咯。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增加817例，连带引起镜头的已经是连续3礼拜增加。也来讲到同情个案内面有2个囡仔，其中一个是南部1岁囡仔引起脑炎，也搁伫咧监护病房治疗。专家也提醒讲，即届疫情囡仔是影响上界大，建议免疫无好的时代含囡仔赶紧去做疫苗，降低感染了后引起同情风险。新冠疫情持续升温，疾管署是公布顶礼拜新增加817例并发症，比前一礼拜是增加3成。另外新增加40例死亡。会当注意的是，同前个案内面有2个是细汉囡仔，其中南部1岁的查甫囡仔病情较严重，到急诊的时阵已经烧到40度，因为喘气真袂顺，是收治伫个监护病房，佮出现脑水肿，艺术并发脑炎，佮伫个监护病房在治疗。住院过程中呢，发现他的意识状态也其实不是很好。那经过检查之后，发现他有这个脑水肿的状况，所以医师也怀疑说，他除了肺炎之外，也有并发脑炎的状况。有公卫专家是提出警告，这波疫情的主流变异株虽然无增加病的严重度，但是对免疫力较低的人，亲像是时大人还是细汉囡仔，同款是高危险群，尤其是正细汉的囡仔。根据疾管署的统计，6个月到4岁红个含囡仔，有做新冠疫苗的才5%，无到1成。每一个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妈妈的抗体只保护他最多到6个月，之后就不行了。他第一次碰到这个病毒，越小碰到他的麻烦越大。面对这波疫情，医界嘛烦恼讲抗病毒的药啊，莫纳皮拉韦是欠货，各等画面讲伊要开药啊，所有系统查落来。政府一方面面对新闻媒体，说请开啊，有药啊，我们药很多。结果呢，一开不出来，发现 CDC 偷偷的发公文公告说啊，大家不要开这个药。因为最近天气真热，民众喙暗拢挂袂牢，加上热热特别来啊，人多活动搁较济。疾管署预估7月中会提早入去到高原期，差不多1-2个月数字会起落落。10月来9月开学，搁有一波高峰，爱特别注意。目前已经采购2万份的莫纳皮拉韦，这批暗算7月初时就会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面对台湾少子化危机，那政府、民间团体也伫咧斗想办法解决。全高总认为，公祭劳工的产假干那8礼拜，那无达到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14礼拜标准以外，而且偏其他国家拢搁较少。伊认为讲着爱提供女性优先的环境，需要政府赶紧修法，把产假提悬到14礼拜。我们目前的一个制度，特别在劳工的部分是8周。那公教人员是42天的一个免假哈，那我们认为远远低于国际的
10周以上。台湾少子化危机是爱解决的国安问题。专高中表示，根据内政部的人口统计，去年出世红婴有13.5万多个，平2022年减3400多个。因认为应该提供更加友善的生养环境。亲像台湾目前产假只有8个礼拜，应该提悬到14个礼拜。这个主张也得到在野党立委支持。瑞典啊、挪威、爱沙尼亚等等北欧国家，相对比较长的状况，它的儿童新生儿死亡率是比较低的。其实已经不是你给他多少的津贴，而是你怎么样让他没有后顾之忧。那个时间他要适应他身为人母，然后身体的变化、心理的变化。专高中表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伫2000年修正的母性保护公约规范，产假至少要有14个礼拜。亲像日本、新加坡这寡国家，拢已经提悬到14个礼拜以上，显示台湾产假规范无对国际潮流进步。劳动部长侯培山5月底伫立法院维权委员会表示，愿意重新检视制度。产假当然现在目前表面看是8周嘛，可是包括安胎假、包括产检假合并起来，有薪部分哦，这个部分合并就已经都15周了。我们愿意来评估好不好？很多的一个假不见得他会去请，或是请得到。政府不应该再用这样的方式把很多东西让大家加进来，然后感觉扩大它的母数。劳动部长侯培山5月底接受质询指出，安胎假、产检假、产假这寡假合并计算有15个礼拜左右，未较输附近的国家。但是专高中批评，这寡假的性质甲产假无同，未使合并计算，呼吁中央爱重视增加产假的诉求。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互人合作高雄上水的高山鱼市场，去年重新调整营运模式，环境虽然有变较水，不过却是无法吸引固定的消费人潮。高雄市政府最近决定和业者解约，要重新招标，希望有新的经营团队进驻，带动人潮。下晡时啊，来到高山鱼市场内面的单位有一半拢无开，毛民众咧困中岛。过去是互人合作高雄上水的鱼市场，即马算是冷冷清清。高市府最近决定要甲业者解约，重新招标。新做业者表示讲，因为平常时啊人潮伤过少，甲假日比起来，鱼市场的业绩是差4、5成。因为阮感觉大人对于鱼市场的期望值拢有一点仔无啥共，那平常时啊嘛是较无人，因平常时要坐船的人嘛是较少一点。没有计划好，那高雄市政府很多的建设都是这样的，有钱把它翻新，没有钱维护。高山鱼市场去年10月才重新开幕，嘛调整营运的模式，阁有鱼会市集。今年区公所阁伫高山渔港规排透天厝来彩花，不过鱼市场的业绩同款无较好。学者是认为讲，因为鱼市场的定位无够清楚，加上物件贵，建议市府爱做市场的调查，才知影消费者的需求。有名的咖啡店，你想要买到是好食、好啉、新鲜的咖啡，结果伊咧卖加工过的咖啡店，你感觉讲敢若无啥共款？问题出伫这产品这所在。鼓山鱼市场委托私窃厂商继续经营管理，以增进私有财产营运效益。本局于113年6月19号公告标租事宜。公开招标的消息已经就网公告。2月下晡，海邮局是带有意愿业者到场来了解鱼市场的环境，按算7月初10开标。记者钟立辉、邱昭勇高雄报道。为了要鼓励时代会当有运动的习惯，而且伫咧运动当中找找到趣味，华山基金会用奥运做主题，唔那替150位老大人征讨做世界各国运动员，佮设计趣味的比赛，希望老大人透过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互身体、心理拢更加健康。100位老大人打扮做无同国家的运动员，一队接一队入场。华山基金会25这天邀请因伫家己县市服务的长辈做伙来参加这场专讲替长辈举办的运动会。趁着这机会，然后会使用甲大家互动的这机会，吼，然后会使互伊做一个运动做一个较趣味的一个互动，互伊感觉讲有人咧陪伴的感觉。除了互老大人做无共争谈以外，还有骹球、棒球、甲倒球的比赛。华山基金会讲，透过简单的踢板、跟有拍，各种动作，甲是大人反应，会当顺续观察老大人身躯经脉的状况。大家都足欢喜，感觉讲较好过日安尼啦。厝拢无看，毋捌看遮济人，真好耍啊！
华山基金会表示，家己县市老人多，因的实势无一定法度陪伫身躯边，透过民间团体举办活动，希望营造闹热的气氛，互长辈有人陪。也若且长辈较侪拢是做事人，无一定会知影奥运是啥会。但是这场老人奥运会，因伫参与的过程当中，笑甲真欢喜，拢真投入，也真乐畅。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师大台文系教授曾家英老师呢，伊是2个囡仔的妈妈。伊讲，除了为囡仔创造台语环境以外，也希望把家己对社会文化的观察甲思考，放入去伊的台语绘本内面。最近这个系列上尾2本绘本阿皮甲阿敏参最后的乌云白也要出版咯，也去到国小和大家分享。前月出版的公民绘本系列，甲自由认同等等的公民意识，用故事要互囡仔知影，是真罕见的题材。公民绘本系列最后的2本也要伫6月26出版。像阿皮甲阿敏是咧讲2只台湾山羊仔兄弟离开妈妈独立生活的故事。另外一本最后的乌云白，用即马已经看袂到的台湾乌云白来比喻真侪本土语言传承的困境。台语绘本作者曾家英拜日来到台北的固定国小和学生分享。一开始要做这个绘本的时阵，就是因为是为着家己的囡仔，通好看这个册。但是慢慢我感觉讲嘛是会使教我家己对这个社会和文化研究的一寡学术的关怀，嘛会当放伫这个绘本的主题内底。为着要实践多元母语的精神，配合绘本所做的网架嘛有手语的版本。然后伫配音的部分，作者曾家英和伊的一对相声后生林增定甲林增新做伙完成绘本的配音。自即马，你乃开始过家己新的生活咯。我今仔日要开始家己的旅行啊！我无爱毕业，我要永远甲妈妈住到底。这几年来，台语囡仔歌绘本教材等等愈来愈丰富，关注的面向嘛真多元。学校的老师认为讲，这拢是帮助囡仔伫生活中加接触台语真重要的资源。适合这个年纪的囡仔学的物件愈侪是。愈多元是愈好，因为囡仔会使去有选择。有机会时阵，阮会鼓励囡仔，你若是学台语，你就会使用台语来表达；啊，你若是学英语，你会使用英语来表达。安尼，啊，上重要嘛是希望家长伫厝内底拢会使讲台语。校方表示，要营造台语的环境有影无简单，因认为上要紧的要是父母要有意识甲行动，囡仔才有愈侪用台语来开讲、来思考和创作的空间。记者陆上如柯敏哲台北报道。为了要让学校内面的囡仔呢，伫咧学习的时阵有无共款的刺激，新北市邦桥文德国小也常在邀请无共款的专家老师来用台语上课。校长表示讲，这款的做法若对囡仔有积极影响，对校内的老师来讲，也是互相交流无共款教学方式的机会。准备开始，1、2、3。那像咧耍日月球的方式，甲球球入去壳架内底，比看啥人入上济球。这多数拢是用回收的材料做的。长期在新北市各学校支援本土语言课程的黄竹霞老师，拜日受新北市文德国小邀请来讲绘本教台语，互囡仔学做七套物仔。接下来一起唱啊妈，无问题，这个头拄讲过啊。拍手，拍这个。黄竹霞老师用绘本兼拍算的阿嬷来教一寡台语词，也因为这个绘本主要是在讲各项物件拢着爱少了，伊希望用算的方式，互囡仔来学台语。囡仔做弹只球，互伊去讲，这个物件壳仔内底，一般来讲咱是弹掉啦，啊，毋过咱收起来，互囡仔洗清气，互囡仔再来做七套物啊安尼。啊，较注重叫伊讲，爱开嘴讲。因为你语言，你若讲用算的嘛是会使，啊，毋过爱强调爱叫伊开嘴。文德国小的校长表示，为着要互囡仔学着台语课本以外的物件，学校有向教育部提计划申请补助，招无共联系的专家来学校，像布袋戏团、台语乐团等等，互学生用积极体验的方式来接触台语和台湾文化。其实，伫咧教育，就是为着互囡仔看到无共款的物件，我感觉这足重要的。
啊，咱学校本来就是提供囡仔有各式各样的接触，哦，所以其实我感觉教育部有互阮即个经费来支持这个活动是足好的活动。这个计划已经实行第2弹，校长表示，有学校以外刺激学台语，唔那是看课本、读课文，囡仔和学校的老师都会当学到真侪物件。透过互相交流和多元的教学方式，因认为这对台语教育有积极的影响。记者卢尚如、柯炳哲新北报道。气象预测已经变作是咱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不过对于产车国家来讲，根本是做袂到的代志。也因为安尼，新世界粮食计划署 WFO 发动计划，由谷歌公司来斗赞助，英国牛津大学物理系专家进行研发，希望用人工智慧进行气象预测，协助非洲产车的民众伫天灾来进前呢，先做好准备。所有人工智慧 AI 模型的建立，拢必须要有输入资料库，才搁互机器来学习的过程。牛津大学物理系专家嘛是用这几步来开始这正长的 AI 气象预测模型之路。The input towards our AI device is the weather forecasts, and it's taking these weather forecasts and training to be able to match them to the observed reality based on the state-of-the-art satellite observations and station data that we have. 对先进国家来讲，气象预测需要的卫星观测资料和地面观测站的测量，拢是这项工课上基本的功夫。不过，亲像伊索比亚、索马利亚这非洲较散的国家，这2项拢是真欠。比如因累积资料，而且建立预测模型，但先要面对的挑战。就算是解决资料来源的问题，人工智慧是需要超大量的运算。较早这拢是互各国的超级电脑来负担，但是这拢需要真悬的成本。就算有 AI 模型，未来的预测工课，那嘛是要交互超级电脑，这非洲散者国根本就无法度负担。因为安尼，专家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互模型会当伫一般的手提电脑就会当来进行运算。You can have this model, and once it's trained, you can just run it on your laptop to produce 50 predictions of all the possibilities of what the future weather is going to look like. 研究团队指出讲，这个计划即马搁在起步的阶段，离真正实用化搁真远。但若是未来会当成功，就会当推广去其他无遐尼好嘅国家和地区，互搁较侪民众会当受惠。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最近天气这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回来详细看。基隆到新竹对27度到36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6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